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Kids Can Learn。按讚、按訂閱同埋追蹤我哋，OK？我喺度忙緊備課咯，你有冇啲咩好提議啊？黏貼 glue， 漿糊筆 glue stick。聽落唔錯喎。小朋友仲鍾意做啲乜嘢勞作啊？油顏色 color， 木顏色筆 color pencil。小朋友喺過程中可以游出自己嘅色彩，發揮創意。摺紙 origami， 手工紙 construction paper， 摺服。咁你哋嘅作品打算用嚟做乜嘢啊？裝飾品 decoration， 好主意。做勞作咧確實好有趣，小朋友喺過程中都可以學習到好多唔同嘅詞彙同埋概念，例如工具嘅名稱、形狀、顏色等等。問得好啊！如果想揾更多關於做勞作嘅靈感，可以鎖定我哋嘅 Kids Can 做手工。黏貼 glue， 漿糊筆 glue stick， 油顏色 color，木顏色筆 color pencil， 摺服，摺紙 origami， 手工紙 construction paper，裝飾品 decoration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記得分享。下星期五準時6點，Kids Can見，拜拜。